同學仔，今日做分數百分嘅各類題目嘅。而家我哋要用中文去寫呢一度嘅百分數嘅。首先呢度1%，1%，1%，到呢度3%，3%，7%，7%，11%，11%，嗱呢度23%，咁所以就23%。到呢度29%，29%，33%，33%，57%，57%。好啦，跟住到呢度全部係小數嘅 percent，咁你照寫返0.1%、0.3%、0.7%，跟住就到呢一個0.11%。嗱呢度0.11%，跟住到呢一個0.23%、0.29%、0.33%、0.57%。快啲上榮恩教室嘅 Facebook 同埋我哋嘅網站度睇下啦！